起身啦！不要，你唔係話起身跑步咩？不要，啊？沒有，你點解瞓我個位啊？因為裡面有蒼蠅。啊？因為家裡房間有蒼蠅。一定係你帶返嚟㗎啦。最好。你閂門閂最慢啊！返嚟嘅時候一定係你帶返嚟。No no no。係，唔使否認啊！一定係佢跟住你返嚟嘅。No no no。起身跑步啊！你已經去過了。係啊，咁你自己去咯。不要。唔通我等你啊？快起身！咁幾時去跑步啊100年之後。100年你還跑得動啊？你已經掛掉了吧？喂，起身啦！藍瞓豬越瞓越晏。好，我就是藍瞓豬。誒，一起身唔可以攞書睇㗎。你想近視咩？